BNO Visa 由推出到而家啦，已經超過咗5年，越嚟越多移英港人呢係符合資格申請呢個永居 ILR。不過咧，未申請嘅朋友就要注意啦，因為由4月8號開始 ，ILR 同埋 BNO Visa 嘅申請費都會加價。如果一家4口嘅費用咧，隨時咧係要多咗成千幾鎊嘅，都唔係咧一個細數目。咁我亦都會同大家 update 一下最新 BNO Visa 嘅移民政策，同埋最近咧我亦都有早期去到英國嘅朋友已經成功攞到 ILR。咁係咪要用快證去申請呢？申請之後又大概幾耐會有結果？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希亞，先同大家講下一個好消息。咁之前咧英國就出咗一份文件，關於部分嘅簽證咧係會提高呢個英文嘅要求嘅。咁英國內政部嘅移民事務大臣喺3月中嘅時候咧就透過書面回覆，表示咧英國之前發布呢一個關於移民規則變更嘅聲明咧，當中提到咧有一啲嘅移民途徑英文要求咧係會提升到 B2。不過佢就特別講到呢個規定咧係唔適用於 BNO Visa 申請定居嘅人士，所以就好似之前我條片咁講，而家咧透過 BNO Visa 去申請 PR， 仍然咧只係需要符合翻之前一直定落嚟嘅條件，即係咧居住滿5年啦，有 B1 嘅英文水平，同埋咧通過 Live in the UK Test 咁就得噶啦。對於唔少嘅移英港人嚟講咧，應該都可以暫時放心啦。講完呢一個好消息啦，但同時之間咧亦都有一個加價嘅消息啊。就係咧，英國內政部宣布，多項移民同埋入籍嘅申請費用咧都會上升。當中永居啦，即係 Leave to Remain， 簡稱 ILR 咧，而家永居嘅申請費用咧會由3029英鎊上調咧去到3226英鎊，加幅咧就係197鎊。咁聽落去咧好似唔係好多，但如果一家3口同時申請嘅話咧，咁就係要俾多591鎊啦。咁大概咧即係6100蚊港紙。咁對於移民咗唔係好耐啦，或者經濟未穩定嘅家庭嚟講咧，負擔咧都係相當之明顯嘅，都唔係咧一個細數目。咁加幅咧係會喺4月8號咧開始實施。咁攞住 BNO Visa 去申請永居咧，係可以喺咧住滿5年之前嘅28日咧去提出申請嘅。所以如果咁啱你係喺4月8號之前咧已經符合資格嘅話，咁就應該盡早去提出申請，就可以咧慳翻啲錢啦。回顧一下，其實咧呢個 ILR 咧，英國政府咧喺2025年嘅時候咧已經加過一次價噶啦，由2885鎊升到咧3029鎊，咁即係咧加咗144鎊。而家咧短短1年又再加咧197鎊，咁加埋咧已經係多咗成340鎊嘅。咁顯示成個移民嘅成本咧都係有持續上升嘅趨勢，同埋永居咧係冇分小朋友同埋大人嘅收費嘅，大家咧都係一樣嘅價錢。至於快證嘅服務咧，仍然係維持500英鎊，5個工作天咧就可以知道結果啦。所以如果要加埋快證嘅話咧，一個新嘅申請咧合共就需要3726鎊。對於急住要申請嘅朋友咧，咁咧就多一個選擇啦。除咗 ILR、BNO Visa 30個月嘅申請費用由193鎊升到206鎊，60個月嘅收費由268鎊升到285鎊，即係加咗17英鎊。而 IHS 即係醫療保險嘅費用咧，自從2024年大幅加價之後咧，暫時就冇再加價。成人每年嘅 IHS 就係1035英鎊，小朋友咧就係776英鎊。所以 BNO Visa IHS 嘅收費，成人5175鎊，18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就係3880鎊。再加埋而家加咗最新嘅申請費，咁即係一家3口2個大人1個小朋友。IHS 加上申請費咧，加埋就要15085英鎊，即係咧等同於157,000幾嘅港紙。要申請 BNO Visa 之前咧，都要計好條數啦。咁就算去英國旅行啦，如果係冇 BNO 而係攞特區護照嘅，就要申請咧 ETA 英國電子旅遊許可先至可以入境英國啦。咁而家呢一個 ETA 嘅收費咧，就由16鎊升到咧20鎊。入籍方面，成人咧透過歸化入籍成為英國公民咧，費用咧就升到1709鎊，而透過登記去入籍咧，就由1446鎊升到咧1540鎊。BNO 嘅持有人因為本身咧已經係有某一種嘅英國國籍嘅身份啦，所以咧係用登記入籍嘅方法就可以噶啦。而小朋友方面咧，入籍嘅費用咧反而係降低咗，咁咧就由12鎊啦係減到去1000鎊嘅。而入籍嘅宣誓費用咧就保持喺130維持不變。入籍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好遙遠嘅事，
而家夠5年攞咗 ILR 嘅人，再過多1年呢，就可以入籍攞到英國護照啦。但入籍呢，又係要另一筆嘅費用，所以以前呢，有一啲人攞咗英國嘅 ILR， 但係呢就唔入籍住。不過因為呢，英國移民白皮書最近呢都有提到可能會提高入籍嘅門檻，所以如果係合資格嘅話，入籍先呢係最好嘅，咁呢就可以避免呢以後有啲咩政策嘅變動。而錢方面呢，最好就要提早規劃啦。另外要留意呢，英國政府呢而家幾乎每年呢都會調整移民同埋入籍嘅費用，升幅呢亦都係唔會少過5%。由2023年到而家呢，已經由2400幾鎊係加到呢而家2026年4月嘅3226鎊，而入籍嘅費用呢亦都係隨之增加。咁呢一個持續上升嘅趨勢呢，對於新移民嚟講呢，都係一筆好長期嘅支出啦。尤其呢係一啲家庭嘅申請人，咁嗰個財務嘅壓力呢就更加之大啦。咁跟住呢，就講下最近呢，我都有朋友已經成功攞到 ILR 啦，完成咗呢個 settlement。咁呢，佢係有申請呢快證嘅，完成咗打指模之後呢，5日內就已經批出咗。大家會比較關心嘅就係申請呢 ILR 具體呢係需要啲乜嘢文件嘅呢？咁英國政府呢，其實都有一個文件嘅 list 嘅，就包括身份嘅證明啦，例如你嘅 passport 啊、身份證啊、教育嘅證明啦，包括 Life in the UK test、工作嘅證明、醫療記錄、人身事件嘅記錄，例如結婚啊、改名等等，喺英國居住嘅證明，包括租約、水電煤等等，財務記錄，例如銀行嘅 statement 啦、稅單同埋其他等等。咁具體呢個 list 呢，我就會放喺 Patreon 上面，大家呢都可以自己去睇下。咁係咪真係要交晒咁多文件呢？咁其實都唔一定嘅。例如有一啲退休人士啦，可能冇喺英國返工嘅，咁邊有工作記錄呢？咁原則上呢，就係盡量去交啦。咁最起碼當然就係要滿足到佢嘅基本要求啦，即係呢居住滿5年啦，有 B1 嘅英文水平，同埋通過咗 Life in the UK test。而最重要嘅呢，其實係證明你呢5年嚟呢，確實係有以英國為家啦，並且係符合居住日數嘅要求。咁根據我朋友嘅經驗呢，佢係交咗 BNO 同埋香港嘅 passport 啦，香港嘅身份證 B60 同埋 B45嘅文件，咁2份呢都係稅務文件嚟嘅，就係呢年度薪酬嘅總結啦，同埋離職嘅薪酬嘅總結，仲有公司嘅糧單、水費單、租約、NHS 嘅信件、Life in the UK test 嘅成績，同埋佢嘅學歷證明。咁因為佢係有返工啦，可以有多啲嘅工作記錄，證明咧佢係一定係喺英國嘅。咁如果冇返工嘅咧，可能就要交多啲其他嘅文件啦，包括租約啊，同埋 Council Tax、水電煤嘅嗰啲繳費單啦。咁都建議咧每季咧都會保留返一份 GP 嘅一啲醫療記錄啦、銀行月結單啦。咁就算咧你係冇一啲人工嘅收入可以睇到嘅，但平時你喺英國嘅消費啊，例如喺超市買餸啊、交租嘅記錄咧，咁都可以證明你一直咧係有喺英國去活動嘅。至於小朋友咧，就可能要交翻啲學校嘅文件、學生證等等咧嚟證明啦。所以最重要嘅咧就係5年裏邊任何連續12個月咧係冇離開英國超過180日。咁其實咧英國內政部咧都係有晒嗰啲出入境記錄嘅，佢哋咧喺電腦係可以查到嘅。而所提供嘅文件咧主要就係輔助為主。咁申請咗之後審批要幾耐呢？因為我呢個朋友咧係有搞快證嘅。佢星期4下晝去打指模咧，星期1就已經批出咗啦。咁咧真係好快。但如果冇搞快證嘅話，又要幾耐呢？其實咧都唔係需要好耐嘅啫。有人咧大概10日到1個月裏邊咧都已經批出咗啦。咁不過咧當然冇快證咁樣可以保證時間啦。雖然時間都唔耐，不過咧就冇快證咁樣係可以保證時間啦。最後，如果大家咧係就嚟要申請 ILR 嘅話，希望咧今日影片係可以幫到你。大家喺申請嘅過程之中有啲咩問題或者發現呢，都可以喺下邊留言一齊討論下嘅。如果需要代辦申請 BNO Visa 去移民英國嘅話呢，亦都可以透過 email 去聯絡我。好，咁今日影片咧就嚟到呢一度，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嘅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如果之後英國嘅移民政策仲有啲咩新嘅變化，我都會咧盡快同大家分析嘅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